你们3人是我们乡里最善演奏的，可知我召你们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军爷们想听什么曲啊？我们可为军爷们解乏。你呢？只要节度使喜欢，妾身愿意日日来军中演奏。陆姑娘，你呢？我的想法不同，但是不一定对。但说无妨。嘉帝来信说火风堡不日就会沦陷，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琉璃谷，堵住北烈进入江都的必经之路，这样能够守住更多的城池。你们2位先下去吧。接着说。传闻北烈人每占据城池，都会让乐师奏乐，为军中士兵鼓舞士气，休养解乏。你们需要找的是能够以身犯险，打入北烈内部，获取情报的人。不错，听说你善奏箜篌，那你可愿意担此重任？我回来了。陆渊，陆渊，你可知，此去九死一生，一旦暴露北离人的手段，我知道，但是南蒙湖是我的家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？不过节度使大人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可容我片刻与家人告别？可以，但只有1个时辰。阿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马上就要上前线了，军中许我回来与家中告别。别人家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，可阿爷反倒希望你们蠢一点、笨一点。阿爷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有很多大道理。可阿爷是个俗人，什么江山呐，黎民百姓啊，阿爷不在乎这些，阿爷只在乎自己的孩子都能平平安安啊。阿爷，阿爷，慢点。阿爷也明白，你们长大了，阿爷不能这么自私，不能因为害怕丢了你们，就让你们丢了自己。你们想做什么事，撒开手去做吧，别担心阿爷。阿爷现在身体还硬朗着呢，再不济啊，宜华姑娘也会把我照顾得很好的。没什么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